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份材料啊，有点特别，它是一首歌词，歌名叫《阿公的手》，作者是韩星。歌词对，歌词，它描绘的是祖孙之间那种，很温暖的日常，感情很深，而且它的核心意象特别清晰，就是阿公的手。我们就想一起探寻一下里面包含的记忆啊、爱呀，还有就是时光流逝带来的那种感觉。你可以先想一下，这样的歌词会不会让你心里，想起些什么特别的回忆？是的，这种题材很容易引起共鸣。对，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核心意象阿公的手开始聊起吧。好，歌词开头，小小的手握着大大的手，我觉得这个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对，就是那种很基础的、特别原始的安全感，还有被带着走的感觉。没错，起点就定得很好。而且后面细节也挺多的，很具体。比如阿公牵我走过熟悉的路口，还有那个夕阳斜照的时候，阿公讲故事，唱古老的歌声。甚至还有木椅轻摇，阿公替我梳发。这些感官上的东西，特别真实，好像能把人一下拉回去。对，这些细节非常关键，他们不是静止的图画。你看，阿公的手是贯穿始终的。它代表的肯定不只是物理上的碰触，它是温柔我心头的那个源头，对吧？是的，也是一步一步陪我走过成长的路的那种引导。它象征的是一种，怎么说呢？完全的保护，还有无条件的爱。不只是身体接触。对，而且这首传递的，我觉得还有更深的东西。比如价值观。你看歌词里写阿公疼孙女像宝一样珍惜，还有一句一句教我学会真心，这首手它就成了言传身教的一个载体了。我明白了。所以这里可能就值得我们想一想了，就是你有没有觉得，为什么很多时候这种看起来很简单的身体接触或者具体的关怀动作，能在记忆里留下这么深的印记？它会不会是我们感知爱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呢？很可能。所以这双手啊，它承载了呵护，也承载了教导，构成了童年记忆的核心。没错。那么当视角拉远一点，歌词就很自然地带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变化。成长了。对，时光流转，我慢慢长大，就是和前面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形成了一个对比。是的。然后那一句阿公的白发已化作天边云霞，意境挺美的，但也确实有点伤感。对，变化来了。这种对比后面就自然引出了失落和怀念了嘛。如今只能在梦里再相逢。还有阿公离开了那熟悉的门口。离别。对，特别是那句我觉得特别直接的倾诉，阿公我好想再握你的手。在整个首歌词大部分是描绘和回忆的调调里，这种突然的直接的呼喊，冲击力是不是特别强？正是这样，好像一下子把回忆的距离感给打破了。对，它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突如其来和绝对的真诚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你看，即使人不在了，歌词反而强调影响是永恒的。怎么说？这份深情如歌声长久，永远不散的温柔。就是说，阿公的手代表的那些温暖、爱、教导，好像并没有因为离开就消失，反而沉淀下来了，好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。沉淀下来了。我觉得这里点睛的一句是：阿公啊，你是我生命的守候。守候。对，这个守候用的特别好，很有深度。它指的应该不是物理上的陪伴了，而是说，即使阿公不在了，他给的那种精神支持，那种被守护的感觉，好像还在，成了生命里最稳的一个后盾，它内化到心里去了。我明白了。而最开始我们说的那些具体的感官记忆，手的触感啊、声音啊、场景啊，反而成了锚定这份永恒情感的最牢固的那个基石。这个守候的概念确实把记忆的意义点亮了。所以总的来看，这首歌就是通过阿公的手这么一个具体的意象，很巧妙地把童年的温暖、成长的痕迹、离别的伤感，还有最后沉淀下来的那种长久的思念和爱都串起来了。没错，它好像在告诉我们，有些温暖和深情，似乎真的可以抵抗遗忘。是的。结尾那句几乎是独白了，阿公这辈子
最不舍得放下的就是你的手。哇，这一下就把那种刻骨铭心的依恋推到顶点了。情感非常饱满，浓度特别高。确实是。那么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可以自己琢磨琢磨。在你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啊，有没有一些看起来可能很微小的、很具体的感官印记？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家人重复的动作，一个眼神，或者某种特别的气味，又或者就像歌里写的一种手的触感。这些东西对你来说，是不是也同样承载了非常重要的情感连接，甚至成了某种意义上一直陪伴你到现在的守候呢？